法國聖米歇爾山，一座被譽為西方奇蹟嘅潮汐孤島，坐落喺花崗岩嘅小島上邊，距離海岸線大概1公里啦。入去嘅方法可以搭巴士啦，亦都可以行路。仲有一個方法呢，就係俾錢坐馬車啦。未上山，四圍都係打卡嘅靚景。當潮漲嘅時候，被海水包圍，變成一個孤島。成個聖米歇爾山都係中世紀嘅村落，成條街都鋪滿石春，兩邊都係賣 souvenir 嘅地方。沿住街道嘅兩邊可以慢慢行上去，直接到山頂嘅修道院。而進入修道院就要網上預約買飛先啦。喺公元708年嘅時候呢，主教就夢見咗聖米歇爾天使，所以呢，就興建咗呢座教堂。係11至13世紀繼續去擴建啦，亦都係成為呢一個嘅基督教最重要嘅朝聖之地。1979年仲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添。山頂屏風嘅景觀呢都非常之好嘅，佢擁有咗360度嘅視野，而呢度嘅海鷗都非常之有靈性啊，任影唔嬲。日落前，我哋見到牧羊人喺度驅趕緊幾百隻黑面羊，哇！啲場面非常之震撼啊！